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来看咱今仔日的信息哈，咱就照这个顺序。信息19首，信息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哈，这首旋律咱真熟哈，安尼咱就连续吟第1节到第3节，安尼。为着呢木的福气吼，呢木的福气吼，好，咱甲第3节咱读一解好啊，吼，来，为着呢木的福气，为着心神的欢喜，使我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得韵暢，吼，韵暢，嘿，得韵暢，吼。好咱第3节搁吟一解好啊，来。450首好来，恳求上帝是阮祝福。
今仔日咱要修圣礼典哈，所以第三首咱来吟圣诗356首，356首。主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练习到这，请别担心。各位兄姐平安。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走个。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是咱做伙来唱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阮齐声俄罗称呼你尊名，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带领，互阮会当平平安安到圣殿来敬拜你。当阮掀开报纸，看到台湾甲全世界有真侪代志，每一日拢在发生，阮知现今是一个无定着的时代。总是主，你是阮的石盘，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的帮站。阮倚靠你，就会当互真理来引带，互恩典来保护，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感谢俄罗你，你是阮的大牧者，是疼阮的天父。亲爱的主，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认罪。过去一个礼拜中，阮的讲话、阮的行答，甚至是阮的心思意念，若是有得罪人、得罪上帝的所在，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互阮有诚实来反悔，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阮要来思考，家己敢有认真来做你的囝儿，敢有伫信仰内底徛在，敢有尽阮的本分，做好阮家己的角色，敢有
疼人亲像家己。主啊，你是疼痛的主，也是赦免的主，求你帮助阮。阮特别也为着辛苦病痛、心神软正，也是家庭出问题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牵因的手，赏赐因智慧、信心甲愿望，互因会当得到医治甲平安。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6篇，也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要读的圣经是《提多书》第2章第3节到第5节。《提多书》第2章第3节安尼讲：你嘛着安尼劝老的妇人人行为谨慎，毋通讲人的是非，毋通做酒的奴才，着用好模范教示人。才通训练少年的妇人人疼丈夫，甲疼囝儿，搁着守纪、贞洁、熬换家、亲切、顺服丈夫，上帝道理才袂受诽谤。这是妇女团契要唱一首歌来学了主。我要唱的诗歌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
煞接要请本堂的黄牧师，伊今仔日要所讲的都是敬虔的妇女。咱三甲来祈祷，主你互阮会当真做你囝嘅百姓，这是何等大福分！会当来敬拜你，甲兄弟姊妹相同，主啊，这是何等大福分！主伫天气寒冷嘅时阵，阮的心永远保持火热的心。主啊，因为甲兄弟姊妹三人敬拜，这是嘛是真大你互阮的特权，会当来到你面前。透过今日的信息，主互阮来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真理，毋但伫阮的心内，主你的真理嘛是伫阮所有行道中间。主啊，今仔日透过你的信息，阮知阮的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安尼，阮会当伫阮的行为的中间来见证阮所信的。恳求你教示阮会当明白你的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教会这无事以前，阮需要伫新人院训练，伫遐学习神学的问题、圣经的知识、财物其他的一寡知识要安怎样来服侍讲道这嘛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伫新人院中间欠缺一种的训练，也是欠缺一种的课程。因为非常注重迄个知识财物所以呢，这种课程就无法度教。什么课程呢？特别怎样牧养上帝羊群。所以牧会中间，毋但是敢若安尼知识的传讲，当然是真注重讲道这项事。但是呢，有一项事就是要怎样甲兄弟姊妹伫牧养的现场中间来配合这是非常艰苦，也是真恶的一件代志。所以呢，通常来讲，若伫出社会过，捌伫外口工作过，捌有甲人直接过了后，安尼牧会可能较简单一点安尼。但是这个问题就一个产生一问，到底这个差别会是倒位？所以有时我若甲人咧讲话，你是牧师，也是讲话你是黄牧师。你伫倒位咧牧会？牧会真艰苦吼，安尼，安尼有即种安尼真同情的心态，安尼吼，你是牧师非常艰苦安尼吼。但是你讲的艰苦，较毋是讲你讲得真困难代志足多啦，真无用，当然拢是一个。接续伊会讲牧会真艰苦，然后就是到遐济人，遐济意见，遐济问题，安尼无共款人。要应付这800种人，牧会真艰苦这是一般咱人的一种的概念。所以咱来读圣经的时阵，可能你来读罗马书，你也是读哥罗西书、以弗所书，你当看见这是真多迄种教义，也是真理中间的教导。所以呢，配合无共款的教会一个情形，会当。需要可能是真理的教导，互你明白上帝的真理，互你明白咱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伫保罗所写的批信中间，有一寡是教牧书信，就是讲要怎样牧养教会的批信。这中间有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多书这物件。你若伫教会牧会的时阵，要面对什么种问题，你要注意什么物件？今日所读的提多书，就是保罗写提多的一个批。提多是一个牧师，伊伫当时克里特岛伫遐做牧师，牧养教会。所以伊是伫一个牧会的现场中间第一线咧做这服侍。所以呢，保罗就鼓励伊要怎样牧养教会。伫这中间，基本上就是讲，你所做的代志，也是会友中间所做的代志，都要符合教义的一个教导。符合教义的教导，基本上就是你要捌真理你要知影上帝咱所信的教义是啥物，你要知影你所信的到底是啥物，这是基本的。但是呢，伫提多书还是提摩太前后书，并无写偌济有关的教义的书。
较侪是讲到，当你无会的时阵，你要注意啥物实际的问题。所注意的代志，特别就是关系到人。所以伫遮伊讲，你着要敬这牧师这长老即事。所以呢，长老是并无讲你读几遍圣经啦吼，讲偌早经啊，讲事啦。那是讲到你若是要做长老的时阵，即事的时阵，你着要敬遐较有好的信用、外在品格的人。有时咱也讲这要做到长老即事啊，敢毋免品格真好？伊讲无一定。你若要敬这的时阵，有可能伫教会内面已经真久的时间，但是你要注重伊的品格是毋是有真好，才会见证。伫你中间会接受到福音人，福音人伫教会内面真久，可能伊是年长的，你嘛得要教示因做福音人，伊得要真好的家庭的生活，真好的品格，真做真好的见证，安尼会当真做。真好遮的模样，会当教示较少年的福音人，会当互因伫生活中间有真好的一个理解，也是讲生活方式，特别是家庭。青年人嘛是共款，品格。然后做奴仆的对主人聘雇关系嘛是共款，品格。姊妹，这一个牧会现场中间所拄到的事。百种人，百种意见，真困难，因为人有品格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伫品格中间做好要求。所以呢，这是今日所读的圣经。伫我过去较爱读以弗所书啦、去罗马书啦，有关教会教义，有关上帝，有关天顶的代志，有关属灵的代志，咧感觉做无输了。过来读提摩太，还是读提多书，就感觉足实际。你感觉讲迄过去这修剪吼，你感觉这个生活中间的要求，这本来就应该爱，发来发变伫牧会中间，这拢是必须要去重视安尼。所爱处理的常常也是这样的问题。敬虔是咱对信仰基本的内在要求，但是伫圣经内面拢讲到，敬虔嘛是一种。外显伫外面，彰显伫生活中间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场合的一个要求。你有敬虔的内心，人看袂到；但是你的敬虔行为，伫每一个角落中间，人看会到外显出来的敬虔。所以，行为嘛是一种敬虔的表现。所以，若是讲到敬虔，咱今日要来分享敬虔的妇女。毋知你有即种敬虔的妇女的形象无？常常我看一寡图片吼，我感觉讲这是足敬虔的吼，安尼。然后这敬虔就是呢，是一个安尼，灯光小可昏暗的状态吼，光线就打在妇人的身上，然后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就闭着眼睛，然后双手合十，伫遐咧祈祷，这敬虔。差不是安尼。我较早高中的时阵吼，若未大翕相吼，我就表现一个足敬虔的形象吼，拿着圣经，站得挺挺的，然后眼角还望着斜斜的，安尼干嘛？我感觉吼，这是足敬虔的感觉吼，我觉得迄个敬虔的外在吼。但是伫这所在，保罗讲到一项事，就是讲敬虔。你所谓行为中间爱真谨慎，你伫行为中间爱真恭敬。若是一种外在一种形象表现出来是恭敬，那是伫生活每一个方面领域中间，拢爱有一种恭敬的表现。生活你嘛爱有恭敬的表现，煮饭嘛是爱有恭敬的表现。离家吼，处理家务事，把是恭敬的表现。咱无法度想象这生活中间这么普遍、这么实际的生活方式，竟然甲保罗所讲的敬虔有一个关系。有一个老姊妹伫阮过去的牧会中间80几岁，足敬虔这逐礼拜拢来教会，真正也行来教会
讲啊，某姊妹，我著足想要去你个厝内底吼，啊，其他去探访，坐一下啊，刚好啊，你拢无爱互阮去吼。伊讲无事，你莫来啦吼，阮兜都足乱，啊，大家拢嘛足乱的啊吼，安尼这是较是正常啊。不要紧，阮有一个所在通坐就好。伊竟然讲连坐所在都无，到底啥物种情形？我的新妇逐工拢伫教会无用，厝内底足乱，敢若要爬楼梯去我的厝内底吼，就爱闪来闪去，无骹路互你爬楼梯，足细意。去到厝内底啊，囤物件囤甲安尼乱七八糟，要整理这物件要哪整理？安尼毋知要哪互你来我的厝。厨房的碗是安尼一堆拢无洗，安尼。伊伫教会做无用，教会大项细项代志，伊拢咧管。逐个做伙都拢参加，逐个有时同我讲啊，你新妇有够疼上帝安尼吼，你教会内面安尼服侍遐一个代志安尼。伊是疼上帝，但我感觉伊都无疼家庭，也无疼囝安尼。对我这做婆婆来讲，我是足坎坷心的。你看，姊妹，这就是咱一种敬虔表现出来，到底是这种的什么方式？倒伫教会内面，如果若有兄弟姊妹常常伫教会内面帮忙牧师做一个代志，啊，帮忙教会处理做一个代志，无就是安尼倒倒倒地的物件，啊，牧师，我来斗3工，啊，安尼。啊，参加聚会，啊，姊妹拢坐伫迄个所在，你感觉哇，这是足敬虔，啊，查经班拢有，但是即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如果我若了解这个姊妹厝内底的情形的时阵，我来感觉讲，something wrong，就感觉这个敬虔，互你感觉足无平衡迄个感觉。这个敬虔除了表现伫教会内面，嘛是咧表现伫家庭中间啦，安尼。所以，这互我真深的一个印象。保罗并无对提多讲，你著爱训练咱内面的这中职啊、会友啦、信徒啦、啊青年人啦，啊是妇人人啊，互因会当成做一个服侍的大军队安尼吼。伫这所在讲，你若牧养的时阵，你啊教导无共款的人，互伊伫品格中间会好表现。品格，敢毋是讲做，毋是做歹代志而已。品格嘛是表现伫你生活各方面。所以相对过去我知影有一个一对牧师，因早期是伫迄个机构内面吼咧服侍，翁某拢伫遐服侍，因为机构要求翁某拢会当服侍。那后来呢，因有囡仔，一个两个安尼，然后这个太太就宣布讲。过来这10年，我要离开，无搁伫这个机构中间当职，因为这是翁仔某做伙做。我现在过来10年，我要专心伫我的家庭内面，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家庭，好好照顾我的先生，好好来培养我的囡仔。这10年中间，我无搁参与伫外在的服侍。10年了后。伊个真正重出江湖，佮恢复伫伊职务中间，但是迄10年有真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家庭内面，伊个先生，后日就机构咧服侍中间有真好遮个成就的表现，安尼受互人真大一个敬重，服侍真有成果。伊个囡仔出来安尼真有礼貌，伫信仰中间嘛是拢安尼背圣经啥物拢表现得非常好，功课啦、礼貌啦拢表现得真好。所以某人批评讲，要10年吼，你服侍要安怎样？是毋是疼家庭超过疼上帝？安尼吼，要将上帝当作首位吼，安尼吼，第一位安尼吼，安尼离开这个家庭，嘛是有批评安尼啊，吼安尼。但是讲无，这是上帝互我的积分，我好好来管理上帝互我的产业。所以当10年了后，伊个服侍的时阵，伊就常常伫姊妹中间做一寡见证。教导，这个教导乃是讲到，咱来每一个了解咱家己的身份，有优先的顺序。
家庭是咱的一份，所以对真侪这姊妹有真好这的教导啊，真少这培养。所以这是两款无共款的一个姊妹的表现。所以保罗对提到讲，你就要教示这妇人人，就要恭敬，就要谨慎伊的行为。你的恭敬表现在你的喙齿，不要搬弄是非。啊，你教会遐久啊，一个做年长的啊，有没有选做长老技术啊？还是有搬弄舌头的问题，还是有。你得要有好模样、好表现，安尼你才当成做少年妇人人、年轻妇人人因的好的模样，而且爱训练这年轻的妇人人，因爱有恭敬的行为。训练什么来表现恭敬？爱家、疼家庭、疼丈夫、疼儿女。你家己的行为要有一个约束，好好管理家己，好好啊做家事、理家，顺服丈夫。在这个事的中间，表现出你的恭敬、你的敬虔，免得你的道理。所信的道，互人批评、诽谤。哦，兄弟姊妹，这么基本的物件，这么基本的物件。所以你若搁继续看，提到出第2章的时阵，若是讲对妇人人、对中职要做中职的人，不对青年的兄弟姊妹，对年轻的妇人人，甚至对奴仆。有聘雇关系，现在咱讲聘雇关系，但是过去就讲奴仆甲主人中间，你拢爱伫你的行为中间有真好的敬虔的表现，有真好的信用的品格表现出来。所以，当你安尼做的时阵，你心中迄种健全的教义，这会当产生实际的影响力。你所讲的道理，这会当感化别人。会当纠正反对你的人的一个错误，所以今仔日这嘛是讲到一个敬虔的妇人爱表现，所有敬虔的兄弟姊妹、上帝敬虔的百姓，拢应该伫咱的品格中间有真好这表现。所以咱所谓生活就是信用啊，信用就是生活。所以敬虔毋若是表现伫咱对内心对上帝的态度，更加表现伫咱外在行为中间。互咱恭敬的行为会当成做见证，互人无会当批评，特别是初代教会中间，拄一个初信主，拄开始一个信仰的团体，所以人咧注意因，人咧看因到底有什么种的表现啊？因所表现出来，甲当时的文化、甲社会完全是无共款的一个表现的时阵啊，这是一个特别的人，这是一个军队耶稣的一个群体，因是基督徒。甲人无共款，想要来批评，啊，毋知要对对批评，是要讲因，啊，感觉愈讲愈见效，咱就做袂遐好，这就是基本的。伫提多书迄个所在所讲的。过去咱对于敬虔的表现，可能咱爱一个形象，啊，可能啊年老的妇人人坐着轮椅，啊编织毛线衣，哦，啊然后伫遐啊一本圣经啊放伫厝。还是讲你一个摇椅啊，圣经啊，摕手安尼看，敬虔。现在这个形象敢若较少吼，现在可能拢是鼓励啊，妇人人会当外在一个活动啊，去运动，去郊外啊，然后去健身房。年轻的妇人人无个亲像过去，啊，你在当厝持家啊，顾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啊，你就是照顾家庭，可能咱现在生活毋是安尼，所以咱的女力时代，有可能你要开始上班，啊，然后你要做真侪甲丈夫共款的代志，然后有可能咱无用伫上班下班的途中，咱可能伫商场的中职场的中间，咱像战场共款，嘛是要有啊真好这个表现啊。讨价还价，然后开会，啊，然后伫电脑中间咧工作安尼，所以可能无偌济时间伫你的家庭内面处理。基本上你会当按宽好些就会使。不过现在咱每一个家庭拢有真好啊，真好这个生活的水平，啊有真侪这个
这个物件帮助咱洗衫、煮饭、做面包，拢真好势，洗碗。咱有较侪时间咧做其他诶代志，可能无亲像保罗迄个时阵所爱做你咧做真侪家事，因为拢互作者遮诶机械仪器替咱来处理。但是同款诶情形就是，无论咱伫啥物种诶年龄、啥物种诶所在，咱犹原爱保持一个非常基本诶核心诶一个重点，你诶信用、品格，甲你诶表现、见证。无论是啥物种场合中间，这拢需要表现出来一个见证。整个主要的价值是安尼，无论是啥物身份中间，互你的敬虔、恭敬表现伫你所有生活每一个领域，安尼咱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见证。彼得嘛安尼教导，伊讲我做太互人的，你要有内在美，内在美。所以比方讲，你外口真侪打扮真侪遮个装塔安尼，内在美可会当表现出你真正的水安尼吼，安尼温柔恬静，做装塔，毋是用外在的装塔。然后伊阁讲，做妇人的应该顺服家己的丈夫，这是过去的一种的社会，互伊会当看见恁的纯洁，会当看见恁端正的品行。共款倒来到这个观点小说，看见你外在端正的品行，你的纯洁，因为这是伫上帝眼光上界有价值的。但要诚做敬虔的妇人人，伫咱现在中间，你会发现毋是遐尼容易。敬虔，我都无法度亲像我先生，会当去外口做真侪遮代志，去教会中间真无用，可能有做一寡职务。我在顾囡仔，我在顾家庭，我洗衫、煮饭，其他做这些物件，有当时双薪家庭，我嘛爱工作。我要怎样表现敬虔呢？保罗教是提到的话，咱是讲到，伫你所担任的职务中间，伫你所接手的职务中间，拢会当有敬虔行为的表现。到伫咱现在生活中间，可能这种敬虔表现伫你的职场中间，表现伫你的工作中间，表现伫你家己自我的约束，你的自我的管理的中间，表现伫咱的喙齿的中间，表现伫咱对别人温柔贴心的关怀中间。可能对咱年长的人嘛是这种情形，要怎样来表现？可能要像少年人遐尼勇壮有力。伫外口咧跑走，我会记我丈夫，伊伫行动无真方便的时阵，每一工照过去共款，起床1点钟读圣经，伊拢读白话字的，伊都无读啥物册，白话字安尼真够读，然后为着伊所有的子女子孙来祈祷，安尼结束了后，才开始做伊其他代志，伊表现伫这个所在。有真年长的兄弟姊妹去探访的时阵，牧师我将伊个年老倒伫床，牧师，但是我拢有准备上帝来接我去的时阵爱替我准备告别式这圣经圣经节这圣诗我拢建好你就照这来我准备要去上帝遐我感觉这个阶段伊嘛是有真好敬虔的表现敬虔较毋是讲我这个祈祷啦，伫教会做真个代志，敬虔那是表现伫伊会当真安静，准备心去到上帝迄个所在。兄弟姊妹，重点乃是伫咱生活每一个所在，会当来见证咱拢备办好势，也咱的上帝做咱的中心，然后表现伫咱每一个生活中间。每一个职场中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领域中间，甚至表现伫咱对子女的听甲关怀中间，上帝予咱的产业，上帝予咱的机会，拢会当成做咱敬虔的表现。咱三个来祈祷。
感谢上帝，你拣选阮，做阮拢是听主你，互阮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内在对你的敬虔，也表现伫外在恭敬的行为。无论阮的言行行答，所做的事，承担的这份，就互咱会当表现出敬虔。这是见证，这是表明上帝阮敬虔内心外显的行为。愿你感纳阮每一个人，看重阮的内心，也嘛是看重阮外在表现的见证。恳求你赏赐阮开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450首》，恳求上帝赐阮祝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信主基督。大家三听和睦，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我求带着喜乐，因为让我偷车的时候，我在这边，我在后车前车室那边，我就这样子在等大家上车，要等着上车，结果就真的看到一道光，那道光不是直竖的，也不是说很圆，那道光是很温暖、很温馨，让我的内心真的是到心灵深处很温暖的感触。然后我就上车回家，我急着回家，就没有提起。等到晚上睡梦中，又看到那道光。结果这道光下来，还有降下来声音哦。那个声音问我：“你要不要再来信主？你要不要再来信主？你要不要再来信主？”我哭了，我觉悟了，我忘了以前。真的主很大能，真的大能的权柄都是在主那边。83年的时候，我生命垂危，我是拜拜，我一直求佛号，一直救我，结果没有办法，我不认识主，我就只好也求主了。基督最好的主啊，求你救我！我只有讲这样子，求你救我！我孩子才3个月，不行。结果1个礼拜后，我好了。我这个生命是主给我，可是我却辜负了他给我的生命。感谢主，他赦免我的辜负，不离弃我。虽然时间拖了很久，可是去年一样受到主的疼爱，圣灵的引领，透过亲娘带动我认识到教会。那天晚上，我梦见主这样子跟我讲话，我真的很感动，我哭了。我的罪很大，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所以我决定7月5号
透过清凉，我在询问说怎么报名受洗，然后7月13向玉山他报名受洗，结果9月3号我就受洗。我真的是从那开始，我每一天都是喜乐的，而且我身体再怎么痛，来教会之前我都是会充满活力的。真的很感谢主，因为圣灵的引领，让我重新与神和好，重新接上属天的枝子连上去，让我重新完整，有重生的属灵的生活。我重生，我现在外在不重要，我内在是富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在神那边都是极为珍贵，每一个都是很珍贵，真的是买不来的。只有要等到生命逝去，真的没有谁可以救你。所以我现在只有全心信靠主，我盼望，用心去倾听，你一定会听见；你用心去感受，你会寻见。真的，我真的已经好几次的见证了，我真的很感恩。我现在除了赎罪，没有什么。我能为主做的，我会尽量去做。这是我的见证，分享到此，真的感谢赞美主，主是全能的，主是全能的。感谢赞美主，主真的与我们同在。那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个不到5分钟的短片，是我们妇女团契的介绍。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妇女团契在做什么。
画面先不要放掉哈，就放在这个画面，谢谢。我的活动很多元，对不对？有主的地方就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有奇迹。不论我们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只要主跟我们在一起就够了，我们就会在当中有得到。那跟大家预告，3月底最后一个星期三，我们要请到新竹2分局的林侦查佐，是很专业的哦，来教我们如何提防诈骗。非常欢迎有空的弟兄姐妹都来。你若要中岛给我们请吼，你要先提早报名，我们才能够为你准备便当。你若临时来，可能无便当歹势吼，所以你要给我们请，你就要先跟浸会或是玉山报名。好，现在诈骗东西很多哦，我听过很多教会有很多 case， 而且是损失惨重的。好，我们请到林侦查佐来专讲。好，那就到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接下来，咱是要信用个别，来，咱大家起立，咱用书读圣经来个别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下面集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过来，咱要甲耶稣共坐倒。咱即马唱圣诗300。我知啦。356首，吼，咱来唱圣诗356首，咱大家坐咧吟就好。咱唱这首圣诗来陪伴咱的心。
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所以，阮设立杯甲饼，表明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讲求你的圣神。启示互阮明白杯甲饼的意义，表明上帝无限的疼。阮已经信，耶稣基督为着阮死伫十字架，有份伫主耶稣基督救恩，也有份伫即个杯甲饼。主恳求你透过圣神，互阮透过即个杯甲饼孝念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透过即个杯甲饼，表明阮伫主耶稣基督内。身躯内面合一的关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捌对犹太人讲：，因遵守摩西律法，也做伫这律法中间有永生，透过遵守律法，全部的律法来得到救。但是恁无够来到我这，恁捌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把上帝所赐来的囝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味，是表明主的死。透过杯甲饼，主耶稣基督为了咱立新的约，当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上帝就赐伊独生囝来到世上，为了咱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透过这个杯甲饼，咱上帝立了新约，这个信，咱有份伫伊的救恩。如果咱已经洗礼，无论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教会，用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
咱拢会相同领受这个八角饼。已经受洗礼归入伊的名，来当领受这个八角饼。咱心内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咱受洗礼，承认伊是咱的主，咱就当有份伫这个救恩，有份伫这个八角饼。主要所基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三角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旧约中间是用摩西律法做用，遵守律法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遵守律法来得到上帝的祝福。现在主要所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部分伫这个杯，咱来做无个受纪念。因为透过这个杯，所表明主要所基督所流的宝血，咱来做受压抗。无个受纪念，主要所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羊羔。代替咱受审判。为着咱的罪，流出伊的宝血。这个杯表明主要所基督的血。洗除咱的罪来流出，
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这个杯就是立约的血。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所以，阮已经摆设这个杯甲饼，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阮啉食有份伫你的救恩，表明阮也领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表明的疼。阮这疼伫阮内面，真是阮的快乐，真是阮的激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性命，阿门。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属献的当讲。起立。同心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无限的疼，想使阮一切教业，阁有剩。但阮要阁一届献上阮家己，无论是阮的财政，还是阮的时间，上时嘛献上阮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我简单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咱对第3项开始报告哈。今仔日台语礼拜了后，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出席。第4项，本会有举办台湾领袖高峰会，有参加的会友请注意。第5项，长辈的健康促进的活动。伫即个礼拜5，就是3月7、8，下早9点半到11点半，伫教会举行。有报名的莫袂记一，若无报名，欢迎恁报名，爱满65岁以上吼。好，第6项，
本教会甲新竹市的政府社会处，还有 TVBS 信望爱的一个基金会，咱有举办做伙哦，做伙举办一个洗手爱无限的活动。咱要来关心咱教会附近3个里的中低收入户，请大家为这项代志祈祷，互遮个人毋单单是感受到教会对因的疼，嘛会当认捌上帝。第7项，主日学教育组国小到高中有一个陪读班，对3月初5，就是拜二开始，每礼拜2到拜4，沿暗7点到9点，伫教会的6楼，欢迎大家主题来做伙读册，做伙来读册。第8项，每必具有一个网络的演习会，伊的题目足趣味吼，是安怎信息开始就爱去变数？毋知大家对这有好奇无哈？若是有要参加的人呢，请甲陶思源姊妹报名。第9项，本会傅丛林姐妹。伊本来嘛是伫阮妇女团契吼，伊伫50岁的时阵，上帝呼召伊去读神学院，3年经过咯，今年要毕业，所以阮教会有妇女团契、少年团契，阁中区合唱团，阮要坐一台游览车去甲祝歌求主保守阮拢一路平安，欢欢喜喜见证上帝的荣耀。第10项。文图培育组有一个真理造就的课程，对已经开始啊啦今仔日是第7课，一直要煞到4月初。若是有要伫真理较认捌上帝的话，认捌上帝的伟大，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毋免报名，直接参加你着顶悬有时间嘿好。第11项，甲大家拢有关系。今年要奉献要申请要报税的请伫1楼招待来登记，咱来申请迄奉献的证明。好，第3页，教界消息，香山教会今仔日下晡有一个黄牧师的奉牧感恩礼拜。第2项，新竹中会教育部伫拜六会知影举办中级会、中级同工训练，要参加的人会当去报名。第3项，北部大会伫蒙仔载会召开第77届的通常议会，地点伫济南教会。第4项，甲咱较有关系咱有一个执事叫做庄淑珍，伊有创办一个知心之家，关心足侪较弱势的家庭，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伊拢真关心伊。伊伫今仔日即马当咧举行有一个音乐会，搁一个见证会，请咱大家为即项代志祈祷，互参加的人拢会当感受到主的大关联。毋知有啥物人要补充报告无？12点10分咱有开小会伫6楼604教室所以便当客会去到迄个所在好，咱做伙来唱祝福车肯的诗歌，圣诗522首，圣诗522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正人三甲之地，对大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它是算平方英尺的。对。